4月28日，貓豆有 Milk Guide，Happy Birthday！ 4月28日呢，就係我哋貓豆呢7周年紀念啦。咁其實我哋講到7周年紀念呢，對於一個留言版嚟講，我覺得要有7個年頭，其實就一啲都唔容易嘅。咁講起點解我哋貓豆會係4月28日呢？咁你話嘿，4月28日就28日啦，點會有點解？唔係嘅，其實我都唔記得咗呢。4月28日係咪真係我哋貓豆嘅生日？話說呢，當年呢，我開呢個豆嘅時候呢，我自己都唔記得咗邊一日先係正日，直至到呢，我哋有一位舊網友啦，阿 Toilet 啦，話俾我聽，佢話喂，4月28日呢，好似我哋貓豆生日喎。我哋即係應該都好幾年咯，成4年咯。咁當時呢，佢留呢個 post 嘅時候呢，已經係講緊2005年嘅時候。咁我就話咦，係咩？我哋有咁耐咩？有成咁多年呢？因為快活不知時日過啊嘛。咁後來呢，我抄翻啲舊嘅資料，我先睇到原來我哋真係呢2000年嘅時候呢，貓豆已經成立咗噶啦。咁至於係咪4月28日，我就唔記得。咁如果當阿 Toy 話俾我聽話喂4月28日，咁我哋就當佢係4月28日成為我哋貓豆生日嘅日子啦。咁多年嚟啦，我哋4月28日嘅時候呢，有時記得有時唔記得呢，我都比較少做任何慶祝嘅嘢㗎。直至到今年我諗起，咦，2000年到而家2007年4月28日，數下都有7個年頭咯，成7年。咁我都覺得，咦，7年之癢應該揾啲嘢搞下啦。咁今年呢，我就決定咗搞一個新嘅頻道俾大家一齊去聽去玩啦。咁我呢個名就叫做 Milk Guide 啦。咁4月28號2007年就係我哋 Milk Guide 第一次公播嘅日子，真係公播。咁我希望呢喺呢個 channel 裏邊呢，我哋可以同大家分享多啲貓豆裏邊嘅嘢，同埋我自己喺唔同嘅地方搜集翻嚟嘅嘢。咁我哋閒話少講啦，即刻就跳去今日嘅環節。好啦，今日第一次播出就有2個環節噶。咁呢2個環節其實點樣嚟呢？咁當初我唔係諗住做呢2個環節嘅，我係有其他嘅諗法嘅。直至到呢，因為其實貓豆裏邊呢有一個魔寵嘅可以係玩嘅地方啦，俾大家係上高去揾自己訓練自己嘅寵物啊，然後打交啊咁就有一個地方呢，就係愛嚟俾大家留一個留言嘅。原本嘅用處就係話留低個留言俾下一個入嚟嘅朋友或者其他入嚟嘅貓友呢，睇下上一手講咗啲乜嘢啊，點知搞下呢，大家就將佢用咗嚟做一個聊天室。咁既然多咗人傾偈啦，咁自然呢，見到一啲平時我哋見到佢留言但係冇咁快反應嘅朋友呢，又因為咁多年啦熟絡咗啦嘛，咁自然傾偈就多咗話題。其實我第一次用貓豆嗰個魔寵聊天室嘅時候，我都覺得好開心啊！即刻可以見到大家反應，即刻就可以當傾偈咁傾，就少咗話要等人哋留言嗰段時間。咁傾下偈呢，就有一日我哋拉到一啲我哋啲話題嗰度啦，就係啲咩話題呢？就係好似威利咁樣啦，佢自己有一個專欄咁多年啦，咁佢呢就對一啲風水啊、玄學啊、命理啊或者古靈精怪嘢咁，佢都有一定嘅研究噶。咁以前呢，佢有時間嘅時候呢，都會寫翻啲嘅一啲文章上去啦。咁近排好坦白呢，佢就少咗好多。嗰日呢，佢就開金口，就講起香港嘅風水。咁話成個過程都好有趣，因為大家一路聽一路問嘅時候都覺得好得意。但係呢，因為嗰個留言室同埋嗰個時段呢，其實就唔係太多人啦，大概係10個之下嘅人留喺裏邊聽到佢講風水。咁件事呢就傳咗開去，就俾其他嘅網友鬧鬼啦。佢話：哇，你哋匿埋喺裏邊，我哋唔上嚟嘅時候，你哋喺裏邊講風水，咁點得㗎？咁嗰晚我又衰喎，我見到大家傾得唔開心口痕，我又講鬼故。我話：哇，你哋又匿埋講風水，又講鬼故，咁就即係對佢哋唔公平啊！咁於是我就好，我話既然係咁呢，我就將呢一個嘅風水同埋呢一個嗰晚講咗個風水同埋我哋講嘅鬼故呢，就將佢輯成我哋貓豆 Milk Guide 裏邊嘅第一個節目啦。咁啊，還翻個債俾大家，希望大家唔好鬧鬼我啦。4月28日 Milk Guide。咁有啲未聽過
過我哋或者未嚟過我哋呢個竇嘅朋友呢，咁佢就話：咦，貓竇其實係咩嚟嘅呢？咁貓竇呢個網址呢就係 forum.miu.net。咁其實呢，我初開始嘅時候呢，都係一堆朋友坐埋傾下偈啊，或者係即係留一啲嘅資料啊，咁大家分享一下嘅。咁我自己呢，好坦白一個秘密，咁多年都冇講到。其實點解我會成立貓竇呢？因為呢，我就成日收到好多 email 裏邊呢嗰啲 forward 嗰啲信，哇，每日都一大堆。咁呢啲信裏邊呢，其實好多資料或者好多得意嘅嘢呢，我係想留低嘅。有啲係短片啊，有啲係得意嘅故事，有啲感性嘅，有啲係鬼，有啲古靈精怪，或者哇，你望落去好不可思議嘅。嗰個當初成立成，我諗住留低佢啦。咁冇地方留過，你以前嘅 email 其實講緊係1 meg 已經好勁噶啦嘛，或者係5 meg 啊8 meg 已經好勁噶啦嘛。咁留唔到咁多噶嘛，咁啊成立一個留言板，咁咪將佢留低佢咪好咯咁。咁於是留低咗呢一啲資料喺留言板嗰度呢，就搞下，多咗人出入啦，咁啊成為一個大家聚腳嘅地方啦。咁我要借呢個機會呢，多謝咁多年嚟曾經嚟過啦，有登記名啦，冇登記名啦，做 CD-ROM 嘅朋友啦，或者係已經嚟過已經走咗嘅朋友，我多謝佢哋嘅支持，因為呢，佢哋冇貓竇嘅今日㗎，冇㗎。咁同埋呢，咁多年嚟嘅朋友呢，佢哋出入嘅朋友呢，佢好多都係好 nice 好嘅人啦。咁有時大家唔開心嘅時候，又會大家分享啦，都早係當咗一個未見過面嘅好朋友。同埋呢，咁多年嚟貓竇嘅氣氛呢，都係好和平㗎，好少話有啲唔開心或者係嗌交啊咁嘅情況。咁我就借今日呢個Miu Guide 開台呢嘅少少時間，我想多謝咁多位嘅貓竇有登記同埋冇登記嘅貓友。咁我衷心講句多謝大家。好啦，嗱，跳落去今日嘅環節啦。第一個正如我頭先講啦，我哋就會講風水，而第二個環節就係鬼故啦。4月28日，貓竇有 Miu Guide，Happy Birthday！風水奇案之銀行風水之爭，資料提供威利。首先要鳴謝翻威利啦，因為呢一個嘅風水個案呢，就係由威利佢提供噶。咁威利呢都好細心咁將嗰一日寫咗講過嘅嘢呢，就重新寫過一篇較為詳細嘅留言俾我，咁比上次講嘅更加詳盡。所以上次喺聊天室，我叫聊天室啦，裏邊冇聽到冇睇到威利嗰段風水故仔呢，就唔使擔心，今日有多冇少吓。好，切入正題啦。好啦，風水呢喺香港係真係有好多朋友都會好着重㗎。咁就是做生意啊，或者甚至係屋企自己普通住緊嘅地方，都會留意啊，呢邊啲風水好唔好啊，嗰邊啲風水好唔好？點解會咁講呢？因為我哋中國人都會相信一樣嘢，風水係會影響到我哋嘅運程。咁嗱，我先保留呢一句我唔講先，因為大家都知道有啲人相信，有啲人唔相信。咁我哋又當佢係古仔咁聽啦。我睇下威利提供嘅資料先吓。好，威利就話。佢話其實相信呢，有好多人都聽過呢，香港中環呢有一啲銀行呢，佢哋喺度鬥風水嘅。其實詳情係點呢，就應該唔係好多人知道啦。咁要講到中環區嘅風水之爭呢，就會由地鐵講起啦。咁我哋即係經歷過咁多年啦，我都唔係小朋友，我相信聽緊嘅朋友都唔係小朋友。咁我哋都知道以前呢，當地鐵起嘅工程開始嘅時候呢，應該係70年代嗰時開始嘅。咁佢第一條嘅通車嘅線路呢，就係由觀塘直至到中環站，即係中環線嗰度。咁我哋成條線就叫中環線啦。咁有啲可能唔係喺香港嘅朋友，或者係即係甚至係香港以外嘅朋友呢，或者識聽到廣東話都聽緊呢一段嘅話呢，咁就知道第一條線就係由觀塘至到中環站嘅。咁嗰陣時呢，中環呢已經係設咗係香港嘅總站噶啦，工程亦都唔係一朝一夕噶，咁佢就早咗好多就已經開始咗。而中環呢亦都可以話呢係規模最大嘅。
咁而家今時今日呢，其實個規模已經比之前更加大嘅，因為有啲朋友知道呢，又多咗香港站啊，咁又係另外一條線啦。但係以前未開之前呢，中環個站呢係大到點樣呢？因為佢哋直情一個出口係四通八達㗎，咁所以話幾乎成個中環嘅心臟下面地底嗰度呢都係會通晒㗎。咁響風水型格上面呢，就好似一個蟻穴咁樣。嗱，你諗下個地底下邊冚唪唥挖通晒，好多人喺裏邊出出入入咁好似個蟻穴咁樣啦。